有香港第一深情男星之稱嘅尹子維，同有內地第一美胸之稱嘅徐冬冬拍拖之後，兩人嘅戀情備受外界關注。佢哋自2018年公開拍拖以嚟，期間分分合合多次，尹子維更為咗追翻徐冬冬，喺佢嘅社群平台上邊多次高調表白，最後終於達成心願，抱得美人歸。兩人先前宣布將喺今年2月26號喺女方家鄉哈爾濱舉行一場盛大嘅世紀婚禮，之後喺杭州補辦啦。但係計劃不如變化快咯，就喺今年1月底嘅時候，徐冬冬就突然間就發出緊急聲明嘅，聲稱家族中一位對佢好重要嘅長輩病重，佢同尹子維商量之後決定，佢哋籌備已久嘅婚禮改為低調嘅家宴。近日尹子維同徐冬冬已經低調完成婚禮。徐冬冬特意喺佢嘅社交平台上面就公布咗呢個好消息嘅，佢甜蜜嘅稱我同尹子維已經成家啦。據徐冬冬透露，兩人已經喺屋企辦過儀式，淨係一直冇對外公開舉辦答謝宴。之前應承網友嘅對外小型婚禮答謝宴，佢哋仍然喺度認真籌備。答謝宴上，佢哋會舉辦一場尹子維嘅小型演唱會，只邀請真心中意佢哋嘅粉絲去參加。當日所有來賓會一齊食飯聽歌，開開心心嘅度過。最後徐冬冬仲刻意嘅對當年撮合佢同尹子維復合嘅網友表示咗感恩。喺徐冬冬嘅文字中字裏行間，除咗甜蜜之外，仲有溫情。另外，日前徐冬冬喺佢社交網上面發佈咗一段視頻，影片分享之後引發一眾網友熱議。有眼尖嘅網友認為，影片中嘅徐冬冬疑似懷孕，特別係腹部位置睇似隆起。唔少網友都喺留言區恭喜徐冬冬。對於網友嘅關心留言與詢問，徐冬冬並未回應。而家網友們都好希望兩夫妻係雙喜臨門啦，都期待佢哋有好消息嘅。